又是你。怎么样才能引起汪澜的注意呢？同学你好，可不可以交个朋友？这样太老套。同学你好，我认识你很久了，可不可以给我寄？这样又显得太突然，要不然直接和他说。万兰同学你好，我是来报恩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永湖虽然美貌无敌，但这样会不会太浮夸了？同学，让一让。哦。有了。把钱拿出来！我真没钱了，学长。少废话，赶紧的！这是什么？拿出来！不是，你干嘛呢？赶紧给我放手！救我！他勒索我！这是学校，你还敢明目张胆勒索？我再告诉你一遍，赶紧走！小学妹，我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，听见没？识相的赶紧走，不然叫你好看！对，赶紧走！万兰同学，你刚刚那一招实在太厉害了。小 case， 你认识我啊？挑战苗大神的汪澜同学谁不知道？我叫狐狸，也是大一新生。你好。你好，你救了我，就是我的恩人。正所谓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决定以身相许。哎，你想干嘛？许什么许？一言不合就要硬撩啊？说错了嘛。就是从今以后，我决定请你吃饭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们没空。狐狸同学，你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要上课，下回吧。那留下电话号码吧。哎，你准备的倒挺全的，要不要这么套路啊？我们跟你很熟嘛，就留号码。王兰，别理他。我又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大家都是同学嘛。同学那么多，你见个人就要递纸条啊？拜托，你搭讪也走走心好不好？好了，小桃，刚开学，交个朋友。谢谢。套路王中王，非奸即盗。王兰，我们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苗学长。小一郎，我干嘛要担心他？那我先走了，我记得联系啊。哦，拜拜。那我们也走吧。汪兰同学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说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呀。哟，好雅兴啊哈！这是你们男神的照片吗？啊？那么你来回答一下，男神用英语怎么说？没够，男神。我拜托你，以后出去不要说是我的学生，没够，我够了 ，out。老师，翻译是我查的，我也不懂你坐下。
小姐真倒霉，做门神被男神撞见。哎，我让你罚站，你还敢跑？你给我回来！还挺主动的嘛。又是你，这是换花样了，不当门神，改当跟踪狂了是吧？你要不要这么吓人啊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下午击剑室有没有训练呀？刘表不会自己去看吗？汪兰，周末要不要约上苗里一起去啊？虽然呢，你们中间可能出了点什么问题，但是你们可以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啊！带着他去福利院，即使他想不起来什么，也创造了一次可以单独约会的机会啊！让他慢慢熟悉你，然后再也忘不掉你。约什么会呀？约！我可不想热脸贴什么冷屁股啊！死皮赖脸，威逼利诱。不是，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你别忘了，你可刚刚救过他呢，而且我手里还有秘密武器。这是秘密武器？而且我觉得你们之间的不通电呢，归根到底在于你打开的画风不对，人物设定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以前和他正面交锋的形象太生猛了，你应该试着做个软妹子。试问天底下哪个男人没点怜香惜玉之心呢？我哪里生猛了呀？第一，拿榴莲把人家从车上砸下来。第二，喷人家一裤裆水。第三，偷看洗澡。第四，偷拍照片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看看你，整天洗把脸就出门，哪有一点女生的样子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有我呀。静一静，小陶老师要上课了。叮叮。化妆打扮是必修课，什么你本来就很美，通通都是糊弄鬼。所谓的素颜美呢，只不过是男生不认识的一种妆容罢了。总之，天生不够，外力来凑。人家打不开，你帮人家一下下嘛。行动上要适度示弱，巧妙地学会求助，给男生显示绅士风度的机会。行动上要适度示弱，巧妙地学会求助，给男生显示绅士风度的机会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才不要呢！我又不是要去勾引他。这都是历史大浪淘沙得出的真理。好了。又是这个发型啊？还是这个最适合你。好好的休息日，不在寝室待着，跑到陶艺室来做什么？还有这个伤疤，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我都特别的愧疚。
要不是因为那次荡秋千，你醒了。你在干嘛？你才干嘛嘞？你竟然不会敲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我这不是怕打扰到你吗？你现在没有打扰我了吗？那什么，我周末想去一趟福利院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呀？不去。你看看你，整天洗把脸就出门，哪有一点女生的样子啊？现在拿出来，应该来不及了吧？学长，拜托拜托，冰冰。说了不去就不去，我还很多论文要写呢。你真的不去呀？别逼我出大杀器哟！监控室里弄到手的绝密资料，你说苗里后宫团的人会不会很想要啊？就这一次。说话算话。等一下，可以麻烦你明天不要算账吗？汪兰，狐狸呢？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？那个他一早闹肚子，估计去不了了。啊，今天只有这班车到桃园。别管他了吧，你们先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我回头陪他去趟医院。